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芷。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北部甲东部下晡开始反冷，高温为30度达到23度，后礼拜一拜之上寒，温度上低干那18度。根据卫福部国内10大癌症上新的统计，肺癌是头一届排伫头名，第2名是大肠癌。高雄新兵营区要正式开放，今仔早起海军意见，包括玉山河在内，有3只国际军舰拢开放民众去参观。寒天的衫裤就要准备摕出来穿咯，因为东北季风变强，而且佫有风面通过。下晡开始，北部甲东部农历反冷，高温会为30度，一升达到23度左右。刷落来后礼拜一、拜二会是上寒的时阵，温度上低干那18度、19度。民众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加脱一领衫。北部天顶的云开始有较侪，气象署表示，自拜五下半晡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加上风面通过，北部、东部因为遮风会先反冷，高温对30度，一困落甲剩23度左右。雪来点空气热南，后礼拜一和拜二是各地气温上低的时阵，要到拜三东北季风才会减弱。最低的一个时间点会是落在下周一到周二清晨这一段时间。北部地区的一个低温大概是会在18、19度的一个情形，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的一个最低温大概是会落在下周二清晨这一段，低温大概是落在19、20度左右，所以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增加。气象署指出，自拜六一直到后礼拜二，桃园以北含东半部会落雨，尤其基隆北海岸含东北部地区雨会较大，一直到拜三过落雨的情形才会转好。就是在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是会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二，大概会是有4天左右。那在这段期间，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比较留意，比较容易下雨，尤其是以基隆北海岸跟宜兰雨势是比较明显，降雨时间也比较长。最后，气象署嘛提醒沿海的民众，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拜五到后礼拜二这段期间，台南以北含台东沿海也有外岛地区，会有8至10级的强阵风，海影嘛会较大，伫咧海边活动就要注意安全。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根据卫福部公布10大癌症上新的统计，肺癌是头一届排伫致癌人数的第1名，第2名是大肠癌。而且是和去年同款，这平均4分19秒，国内都会有1个人着癌。癌症已经成为国人主要死亡的原因。卫福部国健署7日公布上新的10大癌症统计，110年拢总有12.1万外人得着癌症，比前一年减少217人。进一步分析发现，肺癌加大肠癌克落来，头一遍挤入去国内癌症发生率的第1名，拢总有16800外人去得着肺癌。过来是大肠癌有16200外人，女成年癌15400外人。肝癌10700外人，口腔癌有8000外人。肺癌呢，因为民众可能有自发性的一些健康检查的健康的势能，所以呢，特别是我们看到的女性的发生率在上升的速度比较快。肺癌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于空气污染的增加，以及国人平均年龄的一个攀升，所以使得虽然台湾的一个抽烟人口不断的下降，但是肺癌的风险却是与日俱增。国健署表示，癌症的时钟甲前一年同款，平均每4分19秒都有1个人去得着癌症。不过，特别注意的是，高死亡率的腰鞘癌向前进2名，头一遍排入去10大癌症发生率的排名。胰脏癌就是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筛检工具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呼吁我们民众啊，那生活习惯，特别跟酗酒啊、肥胖不健康饮食等都有一些相关性。国健署提醒，目前已经有提供5种癌的体检服务，包括口腔癌、大肠癌、子宫头癌、咽癌，也有肺癌等，呼吁符合资格民众积极参加体检，量早发现，量早治疗。才会当降低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这 APEC 经济领袖会议11月15日美国旧金山起过。今年由原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要代表总统参加会议。今仔早起，总统府嘛召开记者会，蔡总统是交代代表团爱甲国际传达4项信息。张忠谋表示，伊会达成任务。
2023年 APEC 嘅領袖會議要喺15到17喺美國舊金山舉行。總統蔡英文亦邀請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擔任台灣領袖代表。行前記者會也親身交付代表團向國際傳達4項信息。第一，台灣將致力促進區域的和平及繁榮發展。第二，台灣將跟各國合作，打造更具彈性及韌性的供應鏈。第三，我們將努力地推動綠色轉型，致力於縮小數位落差。代表團的團員都是協助台灣走向世界的重要的力量。我要感謝各位的努力和付出。92歲張忠謀喺蔡總統任內已經6擺出任 APEC 嘅領袖代表，加上2006年是第7擺。張忠謀表示，真歡喜接受總統嘅任務，會努力完成。沒有一個 APEC 的會反對這個區域的和平跟繁榮，我會努力的完成這個總統給我們的任務。張忠謀甲夫人張淑芬安生喺美國生活時間14飛到舊金山，駐美大使蕭美琴被設宴款待。了後出席美國總統拜登嘅接待會晚宴，佢喺17參加經濟領袖會議了後，喺當地開國際記者會來說明成果。記者綜合報道。海軍嘅新兵營區明仔載就要正式對外開放。若今仔載起，海軍喺高雄嘅新兵港舉辦營區嘅開放儀演，包括3隻國字軍艦塔江號、玉山號，攏開放民眾爬起嚟參觀。這嘛是玉山號頭一屆對外開放。他也知道媽媽要打仗，還有什麼的，學校也會跟他們推廣，因為畢竟是他們長期從小就在接觸海軍的，所以他們其實從小就對於這個其實他們都有概念。玉山軍艦的全體官士兵們，在經歷了600多天的接裝訓練、成軍訓練、作戰測評，終於在今年的6月19日正式成軍，為海軍添增新血。海軍第一屆開放活動等軍力，包括刺針飛彈、雄風飛彈等等，各外界上關心的3隻國字軍艦，也就是玉山號、快速堡壘艇，各有塔江號。最近中國嘅航空母艦才駛經過台海，海軍是這屆借機會展現保家衛國嘅決心。來看國防部昨暝是發布新聞稿，講昨暝7點23分，發現中國四川的衛星發射中心有發射火箭載衛星飛過台灣的頂懸。若這嘛是台灣國軍今年頭一屆發布高度警戒。在吹九晚7點23，國防部偵測中共佇個四川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長征運載火箭，路線經過台灣的天頂，不過關島是佇大氣層以外。但國防部表示，國軍攏保持高度警戒，並且有採取有用的作為。這是中共這份執行長征運載火箭搭載衛星的發射任務第2遍獲南方偵測，也是國軍今年第1遍高度警戒。這枚火箭的飛行路徑經過台灣上空，高度位於大氣層外，國軍在過程當中保持高度警戒，並且周密地掌握相關動態，採取預應作為，確保空防安全。另外，國防部也證實，中軍航艦山東號自初八日開始，沿着海峽中線以西，由南邊向北邊航行，最高載具由繼續向北邊行。國防部強調，運用聯合情感偵手段，完全掌握海空域動態，派遣兵力監控應處。另外，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自10月28到11月初5，集中監控山東航艦打擊群，在西太平洋演練有570台座艦載飛機起降。所以以順時針的路線，經過巴蜀海峽，再經過海峽中線向北邊駛。對台灣而言，最大的威脅反而是它周邊的那個護衛艦可能攜帶的那個長程巡弋飛彈、公路巡弋飛彈這些火力對台灣而言，可能是更大的威脅存在。拜習會將會喺個 APEC 進行，山東號這個時陣駛過台海，時機正敏感，不過學者認為政治意圖的可能性較低。記者綜合報道。台中北區的東興市場昨暝11點外着火，有20個單位700平落全部攏燒了了。消防局是出動70外個人，到今仔透早才把火拍花。若其中有2個住戶受傷，加在無性命危險。若着火原因要擱愛調查。大火是一路燒到巷仔口，消防人員趕到現場，緊補水線來降溫。
找到半暝11点多，台中北区的东兴市啊5义街边的大街啊，熊熊大火烧，因为现场拢是熬大火物件，搁搭铁皮，火是真紧就摊开，搁不是传出爆炸。现场民众虽然有先摕灭火器来救，不过已经袂赴。头拄啊，咱咧放烟火的声咧啊，嘣嘣嘣，就是咧人咧放烟火咧啊，出来看火就足大啊，消防车都来啊。因为它是市场，市场一开始到场的时候，它就左右两边的一些摊位就已经起火燃烧，本局就全力在做抢救。消防局是调动几个分队，76个人到场拍火，一直到7:10透早才把火拍花。统计有2个人受伤，超过20个大件受伤。市场虽然正常有咧开市，不过将近50担无水无电，生意歹做。伟大头家是前一暗才对火场内底走出来，到单也是心惊惊。是有烧焦的味道，没有看到我，反正都是整条马路都一定整片都是火海，从里面烧起来这样子。对啊，今天因为我们这边摆摊，所以今天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做生意的，因为它所有的水跟电都没有办法流动到我们这边来。受到影响的打工，上无1礼拜无才调，搁做生意，损失惨重。即马只好先甲库存拍续买。也若其他的是讲，市场暗时嘛有人咧做生意，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火灾，搁要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间幼稚园传出教保员拍囡仔的事件，有家长发现囡仔放学转来，面甲手拢有伤。囡仔讲是教保员甲拍的，惊甲唔敢去上课。目前学校已经甲专案通报教育局调查。短短5分钟来监视画面倒边的查甫囡仔，红大力扭往黄色条后壁3摆，有意的竟然是教保员。一个家长指控囡仔读高雄林武一间国小附设的幼稚园，初一放学的时阵，家长发现囡仔喙皮有伤，手嘛有裂痕，一问囡仔竟然讲是教保员拍的。小朋友他的脸可能是我在拉扯他的手当中不小心去划伤他的脸，他下午就是说没有，那到晚上又说不小心，但是我的小朋友很明确说不是刮伤，是直接打。然后他就说是你的小朋友这样子说，我说对，没有错。他就说哦是哦，态度就是很消极。家长表示，一直到学校通报教育局，教保员才回室的，但坚持是扭手的时阵掠着伤，讲法反起反落。唔那安尼，家长调监视去了后，佮看到囡仔伫球场边互粗鲁扭来扭去。事后囡仔听到教保员就哭，而且拒绝上课，互家长真唔甘。对此，校方表示，接到通报，第一时间就通知教育局介入调查。目前这个行为人啊，我们已经将他调整职务，不让他入班。大概做一些其他像公文啊之类的事情，那另外学生的部分，我们也持续的关心。校方表示，这个教保员是今年8月才对其他的学校调过来，已经先调离班级。高雄教育局嘛表示，会赶紧完成调查，若查证是事实，以亲戚轻重相关，会使对学校甲行为人罚60万；若亲戚重大，会使改聘行为人，而且1档到4档内，也是终身袂使伫幼稚园服务。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今仔日指控桃园的南崁高中放任校园暴力，讲学生攻击同学甲老师，学校煞是无照规定通报，要甲代志扫掉。那学校是表示讲，这个学生是特殊生，和同学之间冤家尔。不过攻击老师的部分都有通报啊。甲桃园甲新北市的会员工会全教散伫1点名桃园南崁高中发生校园暴力的时阵是无通报，因指出有一个特殊学生9月底是2届攻击同学，学校无通报。10月初，这个学生攻击老师，嘛是学校内底的老师要求才完成通报。暴力偏差行为，其实在校安通报里面，它属于一般校安事件，它其实是被规定在72小时之内要通报。这2组的学生哦，他们其实处的过程中哦，其实就是言语冲突，因为没有符合这样的要件，所以我们便通报。学校表示，认定甲同学拢是讲话冲突，才会无通报。也毋过第3届有伤到老师，开会认定有通报。全教散是表示，这个学生高中的时阵就有暴力的问题，入去高中2个月发生3起，已经造成老师甲学生的惊吓。校内老师也要求说，能够
比照国中的阶段抽离。你没有抽离的话，那其他的学生是不是处于恐惧之中？他如果适合进班的时候，会让他进班去看。如果说他觉得说他自己有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说，我可能我的情绪上面好像不是很稳定，那他就会抽离。所以他并不是长时间就跟像一般生一样待在教室里面。南崁高中强调，为学生立下到即马，一直咧找好好照顾伊的方式，嘛，互同班的老师、学生知影，伊情绪无好的时阵安怎面对。但是专教授是强调，这毋是个案。面对特殊的学生，教育当局应该互学校甲老师更较侪支持。记者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台中抓到一个诈骗集团，因骗一寡要金要贷款的人，讲口座内底若较接咧汇钱，都会当甲银行申请金额较悬的贷款。即马拢总有21个人互骗去，口座变做洗钱的工具，洗1亿遐济。目前嫌还5个人拢已经移送侦办。警方冲入去台中市西区的一间人家厝抓人，内底是诈骗集团洗钱的据点。因上准急要贷款的民众，骗讲会当透过金流进出提升口座的信用度，会使甲银行借到愈侪钱。结果民众提供口座变做洗钱的口座，超过有21人受害。若再洗钱金流有达到1亿遐尼济。该诈骗集团利用民众急需贷款之心理，谎称能协助透过金流进出，提升账户信用额度。进而能贷款更多金额，殊不知如此将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以28岁生电子险做头的诈骗集团最近才成立，不过分工真有，据点内底卖帮顶悬骗钱的流程写甲真清楚，用来工作社群群组佮合作港务战争，成员嘛用历史人物来号名，为了要测试受害者的口座敢互人停掉。诈骗集团阁无定期要求受害者转售，或者是捐钱予公益团体。专家表示，银行信用度是按照申请者的工作状况甲薪资条件，甲口座政策的金流无虾米关系。诈骗集团会利用人们的无知，这些都是错误的认知。因为银行不会因为你的那个金流额度而会提高你的信用的额度就对了。他应该看你的工作状况或薪资条件。警方先后甲洗电的主嫌顶5人，依照早期甲洗钱防治法定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民众贷款爱行正常的管道，袂当凊彩提供小铺甲银仔予别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外送平台是真利便，不过煞有人是软空芳跳趁这侥幸钱。有一个细单的查甫人去因外送平台的业务专员，煞甲店家收钱口座换做家己的。等于讲，店家接单赚的辛苦钱，拢互这个细单的查甫人偷摕走。这3档内，拢总摕走超过800万。接到电话，外送员赶紧送餐。即间有名咖啡厅伫捷运南京复兴站附近，甲外送平台合作，用外送冲营收，做将近1年时间，共做8工。身份是被告啦，已经涉嫌诈欺等案。营收款项无接受，后手就是以76岁姓陈的查甫人，应征外送平台业务员，专门跟连锁店家讲合作，涉嫌利用这步，将餐厅收的款项设为私人小户，别人赚的辛苦钱，全部进入伊的落地内底。警方清查至少有4间餐厅受害。账户设定比较麻烦，所以有些店家都会直接给业务人员去帮忙协助啦，所以可能在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弊端产生。不止减少自盗、大赚黑心钱，这查甫人佫软平台空胖，原来说空壳的餐厅，原来扮演假客户，写无实在资料，透过现金付钱下订，佫无顾促销订单。外销平台就会付店头、餐点制作费。另外一边向顾客要求赔偿的时阵，煞找无人。陈姓夫妇2人于8日拘提到案，全案依伪造文书、诈欺及妨害电脑使用移送北检侦办。骗3年外超过800万，受害外送平台也发声明回应。专案经过内部调查发现，涉案的查甫人由人力资源公司派遣，案发了后已经要求换人，各追究法律责任。虽然强调相关诈欺去年有全面升级，不过出现安尼闹交，难免互合作店头质疑业者内部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70多岁查甫人，初八暗时9点外，伫台北捷运西门站和旅客小闪身，去下到就强举果子刀出来当，甲对方恐吓。
警方是紧到现场甲压伫涂骹，不过嘛发现这个查甫人毋是头一届安尼做，这5当内已经发生过7届。老先生行出电梯，雨伞推的行，甲旅客有去小 A 小客，向向停落来，赶底下摕一支刀出来人。大家好啊，讲嘛。警方做伙甲包围，提棍啊戒备，趁机会甲刀啊抢落来。代志发生伫捷运西门站，这个4年的老阿伯，侧边暗时9点外去地下3楼坐捷运出电梯，甲旅客小客着都开始抢车，刀啊，搁摕出来人。团队特别在捷运公司通报林姓老翁进站时加派警力掌握动态行踪，第一时间即在现场予以制止、压制、逮捕。71岁老阿伯的远景无生婚，早就是重点关心人物。107年到即马不良记录有7届，拢是因为让位的问题、小客的事件，甲人去冤家，就伫捷运站内当正人面人刀啊。应该蛮可怕，就是那个症结的那种。其实依法有规定，炸危险物品会当卖甲载，不过刀啊放伫挂包内底无现出来，卖当自由进出。目前有部分国家会伫地铁站加装安检门。较早都立委有提出，咱台湾是不是嘛爱比较办理？应该有吧，有金属或是什么的那种检查的门。可是很难想象进捷运都要过安检，没有必要为了这种单一的个案，然后去做这么大的改变。目前台北捷运的维安有184个警力维护，面对常常惹代志的人，站务员会靠人人通报保全甲环境动态来跟踪。不过就惊无法度，大概拢有看到，所以民众坐车时阵也是爱提高警觉，注意边仔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在以色列甲哈马斯战争上新的进展。美国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暂停发动攻击，针对加沙的北部，逐天拢会停战4点钟，让百姓会当落南离开战区。那以色列是强调讲，暂停攻击是为着人道救援，并无代表战争结束。美国白宫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自初九开始暂时停火，有2条人道主义通道，让百姓离开北部的战区。Israel will begin to implement 4-hour pauses in areas of northern Gaza each day, with an announcement to be made 3 hours beforehand. Now, we've been told by the Israelis that there will be no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se areas. This is not our military operation. Israel makes its own decision. 科比也感谢卡达提供甲哈马斯沟通的管道一个援助。美国总统拜登也证实，伊确实有开嘴向以色列提出停火的要求。Did you ask for a 3-day pause to Netanyahu? You know, I've been asking for a pause for a lot more than 3 days. Are you frustrated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at he has not listened more to some of the things you have asked him to do? It's taking a little longer than I hoped. 即天一直到暗时，拢也无加沙北部地区暂时停火的相关报道。以色列方面也无直接证实，只是甲原本就安排措施，搁再讲一遍。国防部长格朗特讲，正采用小范围加正确的行动，和巴勒斯坦百姓向南边撤离，这个拢袂影响战争战斗。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政治顾问阿尔诺诺催告讲，无明确条件的沟通还阁直咧进行，目前也无甲以色列达成任何协议。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这西班牙今年7月大选，不过这无任何政党的票声叫过半，所以联合政府嘛超袂好势。到今已经超过3个月这联合政府拢做袂出来。这看守首相桑切斯为着要甲小党结合，就赦免流亡海外一个加泰隆尼亚分离主义的领袖，讲要甲赦免。不过这个决定嘛，互在野的人拢批评，连人民嘛上街头抗议。示威民众又再拿大声喊声，并且向警方发射烟火，有人将路边的糞扫桶引倒。为了要避免情绪失去控制，警方手提着盾牌警棍，逮捕失去控制民众。西班牙马德里的大路顶，几落成为极右派示威者聚集伫首相桑切斯的办公室外口，抗议当局为了要延续执政权，特赦流亡海外的加泰隆尼亚分离主义领袖普伊格蒙特。Protestar contra la amnistía que defiende Pedro Sánchez.
porque creo que va en contra del Estado de Derecho y porque Cataluña es de todos los españoles. Ellos no tienen derecho a decidir sobre un territorio que no les pertenece. España es de todos los españoles. 因为知影右派人民党9月27祖国失败，和西班牙政坛陷入僵局。看守首相桑切斯中间偏左的工人社会党想要延续政权，就要甲小党结盟。这些监督的人士也遭受人民党的谴责，批评安尼是伫咧侮辱西班牙出卖国家的利益。 que demuestra que el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está cediendo a todas y cada una de las exigencias de los independentistas, que no han hecho ni una sola concesión, ni muestran el más mínimo arrepentimiento, ni deseo de reconducir la situación, sino más bien todo lo contrario. 2017年10月初日，加拿大尼亚进行独立公投运动。 伫咧杀监督的几多位领袖，要互中央政府起诉。迄当阵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为了要闪避审判，遭到海外美国之骂。不过，就算桑切斯摕到加泰独派政党的支持，也无代表西班牙政坛就让回归到平静。伫短期内国内左右派之间的逼损，只是愈来愈严重。 Com sabeu, avui el Partit Socialista i Junts per Catalunya han subscrit un acord marc on s'accepten les condicions per iniciar una negociació política en els termes que hem vingut reclamant i amb un objectiu compartit, que contribueixi a la resolució del conflicte històric entre Catalunya i Espanya. 就伫达成协议的同一天，马德里传出庆声，人民党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前领袖维尔达·华德拉斯，随到伫闹区遭受人枪击，面着枪，紧急送到病院治疗。警方表示，两位枪手是骑一台奥多麦向伊开枪了后逃走。伫即马维尔达·华德拉斯的情形也阁算稳定，警方也阁伫咧抓凶手。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 印度的空气污染大梦是真严重，受到 PM2.5的数值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标准的25倍遐济。病院有真济大出事红眼啊，因为空气插片无法度喘气。虽然印度政府是赶紧停课停工，禁止柴油车，不过认真来讲，这农民烧稻草造成污染，因为无法通管，才是上接力的。这一个月大油烟天花地靠袂停。 面内大上出汤，医生讲伊是因为新德里插鼻的空气造成身体无爽快。 ऐसे घबराता है थोड़ा बहुत और उसके बाद जकड़न सर इसमें 急诊室有真侪喘气困难的囡仔，大部分拢是气管加肺炎。每年冬天有3000万人口的新德里，定定排伫全世界空气污染大城市的前几名。工厂汽车排出来废气、季节性烧稻啊，拢是原因。当局宣布紧急关闭学校，停止建设施工，柴油车也袂当驶。不过农民也是继续烧稻啊，政府无在调百姓的靠家己。We are planning to move out of Delhi. नर्सरी में प्लांट्स लेने आई एक्चुअली इंडोर प्लांट्स लेने आई हूँ थोड़ा सा हमने तो इतना बेचा सर पूछो मत अब इस टाइम तो सर यहाँ पे हमारा डिस्प्ले का पीस लगा था ना सर 根据瑞士即时动态世界空气品质地图 IQL 的资料，新德里吹到 PM2.5每立方公尺392克，是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标准达的25倍较低。医生警告讲，德里有毒的空气已经和无食薰的人的气，袂输敢若是食薰食20几吨的人的气共款。另外，美国芝加哥大学2023年一项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和德里居民的平均寿命减11.9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英国超级卡球联赛利物浦队一个哥伦比亚的球星，伊的爸母顶个月底去互歹徒绑去，老母是先放放出来。啊，那伊的老爸经过13天，即阵嘛放放出来啊，实际直升机伫联合国警官的陪同之下平安回去。这条英超利物浦球星路易亚迪亚兹的老爸老迪亚兹的这台车，由警方开道，受到当地民众热情的欢迎。换穿绿色的衫，老迪亚兹的手第二。伫咧经过13天的绑架惊魂，虽然看起来淡薄仔忝，不过怎么总算被放出来，真感谢各界的援助。de traerme de regreso a casa y agradecerle a todo el pueblo barranquero, a La Guajira y a Colombia por este gran apoyo que le han brindado a mi familia, de verdad. Gracias a todos, los quiero mucho. Muy pronto tendré la oportunidad de saludarlos
迪亚兹的爸母顶个月2岁伫咧哥伦比亚故乡，和当地反政府的武装分子民族解放军绑架。伊的老母几点钟久了就被放出来，不过老爸被掠去13天。联合国证实有参加救援的行动，并且甲哥伦比亚教会人员合作，协助老迪亚兹被放出来。厝内人知影消息了，拢淡的庆祝。Fueron muchos días de incertidumbre, de desvelos, de trasnochos. Hoy estamos contentos, felices de saber de que ya lo vimos a través de la videollamada y está, no como quisiéramos, pero está bien, está vivo, que es lo que queremos. 路易迪亚兹是哥伦比亚卡球代表队的队员，接受当地民众嘉义。这件绑架事件伫咧哥伦比亚引起公众的愤怒，也扰乱政府甲民族解放军正伫咧进行的和平谈判。各个人权团体呼吁释放所有被绑架的受害者。公司新闻张伟玲、吴继昌编辑。镜头转来到国内，高铁要探去到宜兰，目前是第2阶段的宽屏审查。伫宜兰县政中心这站周边的特定区，初步是划190公顷，若县府是争取要分扩到400公顷。年底就会把这草案送去铁道局审查。不过，若准正式通过，这在地居民定着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向强迫搬厝。为空中看来，高铁延伸宜兰县政中心站4块里目前还阁青点点，差不多拢交残。不过，这本来规划的高铁特定区，敢若190公顷，即马地方争取扩大到400公顷，纳入工商产业综合区域，加有利产业规片发展。当然，180公顷，我认为是太小，在整个台湾各高铁开发区的一个战场啊，没有那么小的。县政府证实，经过评估必要性、合理性甲财务计划，已经研究扩大高铁特定区是400公顷的草案，一定年底送铁道局审查，若是核定，都纳入高铁案的宽屏审查。那目前我们跟铁道局也有把我们大概县府针对可行性、必要性还有财务评估可行的一个方向跟附案的草案。好，那我们有跟铁道局做横向的联系。草案的特定区包括主题区、商业区，也加健康休闲产业专区等。未来要用区段定收的方式开发，不过定收范围大部分是私有地，开发案有可能面临居民反逼迁的压力，土地证据问题也真受关心。就是咱知影讲，这个所在伊大部分拢是水产，咱未来建造的这个面积会减少，而且这附近的生物都是我这个水产等等的所在，以生活的动物拢会受到影响。宽团是讲，扩大定收范围一定会破坏农田甲生态，嘛会影响区域的杜防功能、较饮水。而且县政府若做要扩大定收范围，应该先甲在地居民沟通，若无就严重违反民主的价值。县政府是讲，若做铁道局核定计划，就会赶紧甲乡亲说明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立区公所的沟仔真是昨仔施工要甲砍挂，不过落尾完工煞做一半尔尔，干那其中一段有砍挂，若无砍的所在嘛无彩排啊警告，骑奥多摆的一个无注意就会跌落沟仔底，民众批评安尼死是颠倒危险。我伫咧路边的这条水沟有要到25公尺长，不过水沟的挂砍无到10公尺，后壁就拢无砍。伫中立区引经过一个区公所水沟砍挂的工程，几工前完工，不过只敢做一部分尔，民众感觉真憾，讲有做比无做更加危险，向议员တင်情。一小段的话应该没什么意义，我是觉得很浪费国家的经费，整个盖起来比较好。附近居民担心学生上下课在这个狭窄农路上会车，会有安全上的疑虑，往前行驶就会掉进水沟里。市员工引经过我万年科技大学，真侪学生拢是骑奥多摆上下课，这条路路正歪，也无水利灌溉需求，里长协调水利处甲区公所同意施作。无想到讲水沟挂只若砍一半厅，担心颠倒增加用路人的风险。考量加盖必要性、用地及经费，综合评估后，先行派工办理路口10公尺改善。对民众的တင်情，区公所承认现场确实有缺失，无符合实际需求，将会检讨改善。也讲今年的经费无够，不过这条路段大部分拢是产业道路，路较灰，为了惊讲暗时奥多摆无顺利爬落去水沟啊，甚至较危险的西湾的所在砍一段水沟挂，其他部分是采反光的条啊，提醒民众。
到明年将会全部拢砍挂。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市复兴国小边仔的复兴绿桥是花莲市上尾一帮绿桥，因为学生愈来愈少啊，这帮桥较无人伫过，而且定定有驾驶的视线去互桥砸掉咧，所以公所即阵是决定要甲拆掉。在伫大高山附近路段的复兴天桥，11:08点将会退役，保护复兴国小囡仔上下课要甲一家之年，即马真少人使用，附近民众也认为爱拆。应该是拆掉是比较好吧，因为也很少人走啊，卡在那里也是大车也比较不好跑啊。我老婆住要背进去的。对小朋友呢，学生呢？小朋友要上下要人多啦，现在人不多啊。因为使用率无悬，年久无修，天桥底做好行道树的树根破坏，驶车经过要看路，直直互伊挡掉去。公所向中央征收2700万，不加上地方配合款372万，拆桥改善。复兴国小的一个少子化后，那可能还有一些周边的一些治安跟一些安全的问题后，所以我们决定将路桥给拆除后。那我们也会将周边的不管是行人动线的那个行穿线以及人行道做一个更完善的规划改善，这样。拆除工作自11:08点开始，透明时间10点钟。估计整建的部分包括华西路、府前路、北行路等路段连行步道，时间会长度超过2000公尺。施工期间，请开车经过人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社会人口老化，这高雄就出现灵骨塔无够用的问题。亲像基丁的生命纪念馆，拢总有万外的塔位，单剩500个。当地居民可能一冬后一个位都找无。市议员是要求殡葬处增加塔位，若市府嘛就要想办法解决。基丁生命纪念馆建筑外观完全无像一般灵骨塔，吸引真侪外地人申请。不过，即摆可能面临塔位不足问题。议员江焕忠伫总质询就提出，基丁生命纪念馆原本17000外的塔位，到搭剩500外个，加上阁有外区民众登记，安尼基丁居民一年了后可能会无塔位。宾馆处回应讲，若是有新的塔位，会优先保留一半予基丁民众，所以当地塔位数量应该无问题。588个位置，大概我算一下，可能不到一年的周期，可能就迄今生命纪念馆又没有塔位了。83年这个部分哦，迄个基丁生命纪念馆哦，会当去增加这个900几个位啦。根据民政局统计，高雄去年死亡人数有25000外人，平均每个月有超过2000人死亡。其中凤山是高雄人口上侪行政区，议员王耀如嘛提出，高雄可谈公墓达骨塔今年干那剩1400外位。一年外就会无够用，民政局是表示，目前殡葬处阁会增加1300外的柜位，而且逐年会豆豆增加。目前的塔位10月底剩下1454当然每年都大概要1000个塔位的数量嘛。当然，伊即摆未来个迄个年度计划内底，当个增加差不多13个柜位的对啊。当然这是要分年去设置啦。宾馆处已经提报，明年到112年增加柜位，按算伫凤山基丁阁增加1000个。另外，高雄市立第一殡葬园区第1期火化场甲环保经路，按算115年完成，其他设施120年会当全面完工。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咱台湾有一寡人会去波兰、西班牙读起考，就算无实习、无当地执照，回来台湾考调国考了后，都会当做起考医生，延期证据。即阵卫福部打算要提出改善偏乡医疗的第2期计划，都基层医师认为讲，这个计划根本就是咧开后尾门，要互一寡留学生提早实习，而且就算因摕到执照，嘛毋是留伫偏乡。台湾基层起考医师协会在记者开记者会，控诉卫福部的优化偏乡医疗前进计划第2期，对会当自由行动选择职业地点的本国学历起考医师来讲，根本就无兴趣。只有想要提早实习的普起考医师，伊就是去波兰等国家读起考科系，毋过还未经过实习，嘛无得到医师执照的台湾人，才去申请。这个卫福部的计划好亲像都是为这起考医师伫开后门。
让这些人可以保送取得执照，但是只做一些大一牙医系国内大一牙医系就在做的服务社团的事情哈，所以我们非常质疑这个政策是否有它的公共性。台湾基层气科医师协会指出，这种气科医师摕到执照了后，大部分伫部立病院服务，部立病院各离的人较济的所在，根本都唔是偏乡，所做的服务内容嘛，敢靠强照顾，也加社区式的服务。呼吁政府若做有心要改善偏乡气科医师欠缺这个问题，应该把经费用伫鼓励偏乡开业，也是设立气科医疗站。因为卫福部的计划一定4年就240个人，若做全部拢互这气科医师来申请，安尼恐惊就超过副总统赖清德较早承诺的实行名额，维持当年有50个公股的跳票。到时阵，这种气科医师可能会变做咱国内上济的气科医师。就是要解决偏向医疗不足的问题了哈，那所以我们才会提出一个精进的计划了哈。那至于说内容，其实所有都还在评估讨论中。卫福部是回应，目前国内大部分有50个乡镇市无气科医师，才会望透过优化偏乡医疗精进计划第2期，优化偏乡医疗。不过目前的计划拢还搁咧讨论，也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打算要补助大学生住宿舍，上紧明年2月施行。初步按算，逐个月补助1200到1500块，按那详细金额要爱讨论。另外，内政部表示，20万户的社会主体政策明年都会当达成。若搁加上目前300亿的租金补贴，明年全台湾有2/3细厝的人会受惠。中央扩大租金补助2.0方案伫今年7月上路，像讲满18岁的大学生伫学校外口细厝的补助嘛包含在内，但是住伫学校内底宿舍的补助金额也引起关注。住在校内宿舍的这些学生呢，我们也研议让他们可以得到住宿的补贴。那至于金额的这个部分呢，经过了西部盘点以后，我们会尽快的跟大家报告。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努力呢，让年轻人呢负担少一点然后学习多一点0到22岁，国家一起来栽培。行政院长陈建仁拜5会知影，和包租代管的厝头家也有厝卡进行交流。伊讲，伫咧政府的社会主体政策之下，有愈来愈侪民众拢会当得到实际上的帮助。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细厝的人口超过300万，但是厝价直直起，也连带影响到细厝的建设。内政部嘛希望，今年7月上路的300亿租金补贴政策，会当互细厝的人减轻压力。111年我们补贴的户数，我们用它的总租金和总补贴金额换算下来，我们的租金补贴占总租金的48%。所以说，目前全国所有租房子的人有39.6%是直接得到政府的协助，不管提供房子、提供租金补贴等等。另外，内政部嘛强调，政府的社会主体政策目标是要达成20万户，其中包括要起12万户的社会主体，也有8万户的包租代管，打算明年就会当达成目标。佮再加上即马300亿的租金补贴，明年大约就会当造福2/3细厝的人。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咱台湾不时就研发出花草的新品种，引起国际关注。但年拢会当看到上新品种的台湾花卉品种推介会，今仔日起稿，现场就等超过1500种花草。这款由牛记兰园育种出来的金桔，因为属甲荷兰的皇室菊相像，离荷兰国王节顶头展出，非常受到注意。牛记今年更加推出新品种小青梅蝴蝶兰、青花红心，受到国外市场的喜喜。国内花的品种一直在研发创新，还有十足嘛推出种下引落的新品种，上大优势就是耐热，热天嘛会当种。3、4月以后到整个7、8月都是有办法生产这样子一个青花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品种是在夏天是不会褪色，像过去的品种老的品种，它基本上在夏天它的花青素的累积是没办法很完善的。会在离南港展览馆登场的花卉品种推介会，展出真侪第一届看到的新花品种，是国内重要的交流平台。花的产业在疫情期间一度因为各种社交活动暂停，无人要买继续跋落底，期间农粮署辅导业者佮建立新的通路，甲连锁超市合作来买。另外，佮搭配电商，互切花市场总算回稳。
其中主要就是跨域的推动我们花卉的消费。另外呢，居家用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这样子呢，民众可以更容易的取得，可以刺激消费。业者表示，预警是非常烧钱的，但阁袂当唔做，因为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所以嘛希望透过展出交流，希望互水水的花行入更较侪人的生活，互产业继续来大开。记者林正文吴家宝台北报道。婚礼的 T-Pass 通勤月票到达要未实施，官府表示，因为公路客运去彰化、南投、嘉义的拢要算入内，所以目前修正方案送去审查。上紧明年正月就会当用 T-Pass 啊，而且逐个月敢若爱开199块。行政院7月推出 T-Pass 通勤月票，不过婚姻管也未执行，因为进前婚姻管府送信互提登去，目前经过修改了，已经订送复审。上紧民众会当伫明年1月了后，以逐个月199块买到通勤月票。那做199的话，我是觉得还算蛮划算的。对，好，因为如果知道去哪里。骑摩托车应该要比较快。现在公车都好像经营都不好啊。如果在他们负担很大，可能会公司没办法负担了。民众有无共看法？那婚姻管政府公务处表示，针对 T-Pass 通勤月票，交通部初审委员建议修正，会当甲公路客运跨区到彰化、南投、甲嘉义关路线增加到60条，那市区客运路线是8条，火车维持原来5站。目前修正了的方案已经伫顶个月送交通部复审，上紧这个月中会当出炉。目前大概有将近1万人左右在搭乘我们目前的市区公车跟我们的公路客运跟火车啦哈。那如果我们这个 T-Pass 这个东西推动之后，明年元月开始推动之后，我相信我们预估的成长大概会有3倍。公务处表示，原来市区公车路线包括20个乡镇，未来若 T-Pass 通勤月票通过了后，只要是全民拢会当以逐个月199块的月票来坐。对厝内底有囡仔坐车通勤的家长来讲，一个月会当省几200块。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最近这几年有推动艺术入校园的计划，希望学生接触文化甲艺术。即阵佫特别邀请舞蹈团体，透过手艺结合舞蹈。和客从学校有听力障碍学生，嘛会当体验表演艺术。舞者透过手艺结合舞蹈，认真来演出。因为台下的观众大部分拢是需要手艺来沟通的客从学校的学生。虽然对这学生来讲，较无法度对声音来感受到表演，不过校长表示，透过视觉来欣赏艺术演出。对这较少看舞台表演的学生来讲，嘛会当伫因的心肝底留下艺文所用的底底。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会有机会，因为视觉上快速的转换，在他的思维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只是孩子们的表达能力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终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我相信今天的表演会对他们产生一些新的影响。文化部最近这几冬有在推动文化体验教育。伫咧疫情解封了后，嘛积极扩大办理。除了一般的学校，嘛为特教学校来规划。面对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变怎互因感受到表演创作？伫咧演出进前，表演团体嘛系真侪苦心。舞蹈的过程里面有很多，还是会希望有音乐，要有声音来搭配，才是一个完整的演出。怎么样让听不见的朋友看这个演出的时候，透过一些所谓情境音的解释，让大家可以完整的去感受这整个创作的真正的意涵。所以这一部分，我想我们也会跟表演团队这边来逐步的讨论。文化部表示，今年得到补助的艺文团体拢总有42个，包括戏红啊、舞蹈，甚至百家将这个传统艺阵拢总有。文化部嘛鼓励艺文工作者进入偏乡甲特殊学校去推广艺术表演，希望让学生唔免专工行入剧场，就会当感受到艺术的水。记者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高雄有3个在地少年人组一个台语的朋克乐团“沙戏红仔机”，因成立3档作品拢唱出上班青年的心声。这届佮参加高雄市青年局举办的音乐制作计划，发表新的作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这首歌敢有唱出你的心声？原本伫学校甲朋友感情真好，毕业了后办同学会，朋友煞无来几个，因是台语朋克乐团鲨鱼娃娃机，这3位青年历史拢是上班族，下班了后就变成乐团成员。原本因拢是伫无共乐团，3当前才组成这支台语朋克乐团。团长表示讲，因为朋克音乐就是爱日体感觉，用台语唱就是有这款开口。而且阮是 punk rock， 所以讲用台语来写歌会较有迄个 power。这条歌就是要写互，就是讲你爱珍惜你身躯边的朋友，就是着后边你若看到你，就大声甲伊讲 long time no see。虽然爱情真重要，不过人生也是有更加重要代志。这是鲨鱼娃娃机歌曲风格，因3个人分别是主唱、贝斯手、甲鼓手，甲其他乐团歌曲较无啥共，因的歌较活更生活。不管是有关着身体健康，也是以上班族为主题，唱出真侪人心声，表演嘛充满活力。阮无想要写有爱情的物件，阮就会写一寡较生活的啊，较上班的啊，较就是讲就是朋友之间的代志。鲨鱼娃娃机上新发表这首《Long Time No See》是参加青年局举办音乐计划，由专业的老师指导完成。这首歌曲要伫11、12两天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头一摆发表，希望大家做伙感受台语朋克的魅力。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来看日本即阵甲法国南部有几内省，这200多年来连续有史前时代石碑出土。其中有袂少石碑年久未侵，雕刻花草已经拢看无啥有啊。不过各地头的博物馆甲研究中心拢较紧要收藏一寡文化遗产。祖产人老阿伯正亨克因兜的后庭有放一块石碑，顶头刻的敢若是人的2只手相塌了，钉伫咧腹肚，向下骹看，一个人看到敢若是腰大的花纹。这种石碑雕塑伫西欧国家正普遍。法新社报道讲，专家认为因出现的时间是石器时代中期，差不多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讲，这款石碑的年代日子嘛已经超过4000年，是欧洲史前文化重要的遗产。voir à sa surface, dans la partie haute, une délimitation qui marque le visage. On a ensuite les bras de chaque côté avec les doigts de chaque main qui sont sculptés. Ensuite, on a une ceinture qui fait le tour du monument avec ses motifs en chevron. Et dans la partie inférieure, on a les jambes qui sont figurées avec les orteils. 不过因为战争加都市发展的需求，这款石碑真侪拢互人提起当作建材。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也就是法国第3共和、第2遍鸦片战争加英法联军，一个破坏战争的年代，才个慢慢学出来。因为史前时代无文字的记录，所以这款石碑顶头的雕刻花纹，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一个等专家来研究。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下晡晡的天气变化，做伙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华岛地区21度到28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后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